早晨，早上7:01。好啦，離開呢個小鎮，我廁所實在頂唔順。呢啲地方咧就即係缺水、缺電、缺公廁。終於有充電啦！喺呢個咁優美嘅環境之下，睇埋呢個廁所先得唔得先？好啦，俾大家睇下啦嚇，參觀下啦。9成9都係旱廁嚟噶啦嚇。咁呢個係旱廁啦，即係冇水噶啦。咁咧唯有咧就用咧自己帶嘅水咧就洗手啊！唔通落河洗咩都可以嘅，落河洗得啩？此生必駕331地方午餐。哇！啲環境幾好，真係好靚喎！哇，好靚喎！係啦，咁我呢架車咧就停喺呢個位，咁啊隔離有個電飯煲仔煮緊飯。而家冇咁凍啦，可以喺外邊煮啦。之前啊，全部匿喺車裏邊煮啊，凍到跌跌親。我左手邊呢條叫輝江啊，咁右手方向咧要繞過個山頭之後咧，先至係北岸啊。兩國兩省兩江交匯處，輝江口咩意思咧？原來咧，我終於進入吉林省啦，終於離開好耐嘅遼寧省啦。我喺遼寧省大連停留咗好耐啦，終於進入吉林省啦。大家睇到啦，係啦，吉林界啊，嚟到呢個位置咧就離開遼寧，進入吉林省啦。終於離開啦，終於離開遼寧啦。喂，大連我真係幾好嘅印象嘅，大連好印象嘅。嗱，呢條叫輝江啊，我頭先一路沿住呢度咧，一路行到嚟呢個位就離開遼寧省，進入吉林省啦。其實從尋日鴨綠江大橋之後咧，全部都係呢啲鄉村地方，所以我咁難揾充電，咁難揾廁所咯。係啊，哇，呢度下午1:10，氣溫10度。溫差相距10度左右啦，即係夜晚係0度啦。又起翻啲鐵絲網咯，似乎又開始接近北韓嘅邊境啦。後邊北韓啊，個湖鴨綠江都仲未曾融晒啲冰，但係好暖啦。我哋見到我都冇晒外套啦。又講下行啦，衣食住行，又係守8度。北韓咧人咧翻工係點咧？行路翻工喎，行路放工喎。你試過未啊？好啲嘅咧就有個單車，踩單車翻工放工啊。如果想搭公交車咧，就排隊排到好長，係嘛？咁變咗其實你睇到咧，我哋習以為常嘅生活嚟，坐高鐵、坐地鐵、坐巴士好方便，唔使排隊。但係對我嚟講咧，又係好難嘅喎。都唔少爛路喎，係咯，成日都啲橋咧咁樣喎，咁得意，幾條咧真係，笨死！哇！仲有排行啊，慘啊！終於見到市區啦，吉林省嘅市區。現
原來到咗集安市，唔怪之得咁熱鬧啦。咁呢度都係中韓邊境一個城市嚟㗎嚇。揾到個好嘅衞生間，廁所門口嗰個姐姐咧就係廁所管理員。哇！我洗一洗碗咋，夾都實啦。佢都傾緊啊！我呢個月嘅車牌喺邊度嚟嘅咧？我聽到佢講，以為廣西嚟嘅。今晚住別墅啊，係啊，幫人看屋啊，佢當中我自己人啊，係咯，俾埋條鎖匙我，可以自己入嚟泊車、停車、充電，係咯，其他人都入唔到嚟嘅，即係有啲咁熱情嘅人，好特別啊！我收翻6道門先。我私人集㗎，幾巴閉啊！嗱，呢個私人嘅地方，哇！別墅都冇咁大啊，仲大過別墅啊，得意啊！仲俾我可以充電。現在上水門。哦。就半個月前接上了，就冷就凍2半了。我半個都接完水，我這個水好，弱鹼小分子水，我痛風好了，減肥降血壓，尤其便秘拉肚。我剛才在那接，你看那個小水流在那。哦，看完那小洞洞。我剛接完，你來的時候我剛接水過來。哦，可以過來接在那。哦，這個水就是弱鹼小分子水。涼喝、燒開喝都。我哋飲呢啲水喎。就水源。哦。春天水稍微有點渾，但這水直接燒開喝就達到飲用水標準。這水都很清的，你看。好啦，狗狗，再見啦！成晚喺度啊，睇唔睇到啊？狗狗，拜拜啦！拜拜，再見，拜拜，再見。呢度嘅環境啊，我覺得今日要離開呢度啦，趕路啊！好，又舒舒服服沖完涼啦，爽啊！跟住就係晚飯，睇下35蚊嘅韓式炸雞幾多啦？哇，幾多？幾種嘅汁。咁咧講開沖奶茶咧，我哋最好就係黑白淡奶啦，係咪啊？但係黑白淡奶咧，如果你唔係寄倉咧，隨身行李就唔俾你帶上飛機噶嘛。即使你成個罐都未開，成罐裝都未開，咁咧唯有咧用晒之後咧就用呢種啦。我哋嘅英麥煉奶都可以沖到奶茶。嚟到中韓邊境嘅集安市，當然要參觀一下呢邊嘅鴨綠江啦。對面就係北韓嚇，好長啊！我行咗2日咧，都未行完，行到一半都未行完啦。你諗下中朝之間嗰個嘅邊境咧係好長。好，我 zoom 下對面北韓嘅，睇唔睇到對面環境先？睇唔睇啦？我已經 zoom 到最大啦嚇，遙望仲好玩過親身去。